这礼拜这天气又搁要起变化，来看这轻度风台洋流已经加向台湾，而且呢，这强度有愈来愈强。咱的气象署是表示讲，无排除会真做是中度的风台，上紧今仔日下暗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拍算伫拜三的时阵会伫花莲甲台东一带来登陆。 轻度风台洋流拜一伫台北东南东风，气象署表示，风台当咧继续向西边方向行，而且风台速度明显加速。气象署无排除正做中度风台，预估上紧拜一暗时发布海上警报，拜三伫咧花莲台东一带登陆。洋流台风它的结构是比较小、比较结实的这样子的台风结构，所以它在靠近的过程当中呢，会对比较登陆的这一块区域，特别是东半部地区、花东地区，造成比较明显的风跟雨的影响。也那落雨的部分，拜一影响无大。气象署表示，今仔北台湾伫咧过昼了后会有雷公雨，拜二暗时开始，风台影响家人东半部山区，会渐渐出现一寡雨。风台拍算伫咧拜三登陆，气象署提醒宜兰以南、花莲、台东以及嘉义和南部地区，拢会出现超大雨雨和强阵风，到时恐惊会变作重灾区。花东还有南部的山区，我们有预估到，甚至可以来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，比豪雨还要高的这个降雨，有可能会出现。那由于花莲跟南部地区呢，其实包含地震、包含上次的豪雨，都是比较明显的灾区，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天的降雨，而且还伴随着强风现象，随着台风的登陆。 气象署表示，即届风台行真紧，嘛走真紧，预估拜三中昼进前登陆，下晡到暗时这段时间就会离开台湾，向中国去。气象署提醒东部和南部的民众，要量早做好风台的准备。记者陈亚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